勤益科技大学甲南投暨南大学伫日月潭来举办着高木船体验领袖的课程，宣导水域的安全，嘛来培养着民众做水域运动的兴趣。 日月潭的风景水当当，真适合做水上的活动。国立勤益科技大学附设的水域运动教育中心，一摆结合国立暨南国际大学的教练师资，伫日月潭月基湾举办背帮仔船的体验活动。那这次的参与对象呢，大多都是学校的师长们来做体验研习的进修。一摆体验的活动包括玻璃国小、爱兰国小校长、老师含囡仔拢有来参加。 经过教练的专业解说，让大人囡仔拢感觉真趣味。那我感觉这个还蛮安全的，它的安全性很高。带队参加的校长讲，日月潭是一个好所在，适合推广健康安全的水上活动。运动教育中心讲，因会透过网站公布后摆活动时间，欢迎民众做伙来报名参加。 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